路線，雙親得埋西藏嘅之後先上要算，但係就冇解釋到原因。政府可想就由天山鐵路運送到珠海，廿二號日開始喺集團運作。有報道話，天山鐵路沿線正加速復康。無線記者蘇敬恒喺西藏拉薩報道。我哋同佢拉薩嘅蘇敬恒傾下啦，蘇敬恒啊，講句講經的事啦，都好熱鬧啦。咁之外，其他嘅地方氣氛又係點啊？今日咧，政府全世嘅氣同埋中電啦，氣氛都唔錯㗎，都有唔少嘅藏民咧嚟到支持打氣。咁咧喺晏晝啦，係完成咗政府嘅程序之後啦，都有唔少人咧留低咗喺布達拉宮廣場度啦，係延伸留念。咁晏晝啦，係大陸啲解封翻啦，去到翻啦。另外咧，原本駐守喺路口同埋一啲係遊客嘅路線咧，都接受咗啦。情況今朝好唔同。今朝咧，我哋本身6點半4點鐘就出發，沿途咧俾好多武警駐紮嘅一啲咧係路障咧係攔截咗，要求有位乘者呢個上堂選擇。咁係拉齊嘅部分幫加翻嚟分到。好唔該晒，咁我哋一邊休息下先，翻嚟仲會報道。習近平到訪沙特會講油價，汽車會要求減免電油稅，政府未回應住。菲律賓打風少則10幾日。新安怡寶呢家升級配方，汽車琴日係升4個以上。你睇，哇！真係真㗎，太棒了，袁老師在啊！安怡寶呢家同 TK 係腦細胞之間信息傳遞嘅重要元素。知唔知好耐未知有幾多種啊？2種，嗱，呢啲係咪第2啲？呢家健康寶寶，學習快人一步，你贊成？所以多加採納世界優生年牌，令你終身美麗，無時無刻漂亮第一，佳佳。陣陣清香動，柔柔舒緩壓力，默默陪伴左右，同你感情深厚，和興百花油。跟住新聞時間，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抵達沙特阿拉伯訪問，現喺一站度。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沙特城市吉達嘅阿卜杜拉阿提斯國家機場。